大家好，歡迎返嚟讀樂樂，我係豆腐啊。今日我哋去到《Outlive 超預期壽命》呢本書嘅第3集，都係最後一集。有一日 Peter Attia 收到佢朋友 John Griffin send 俾佢嘅 message。阿 John 問佢，究竟我應該做多啲 cardio 啊，即係帶氧運動啊，定係做多啲 weight training 呢，即係重量訓練呢？呢條問題都好熟悉啊，可能我哋都問過。如果我哋想健康啲，係咪應該每日跑步呢？如果想老咗仲有力，係咪應該一定要做重訓呢？如果時間有限，我應該揀邊一樣好呢？踩單車好啊，游水好啊，快步走好啊，做 gym 好啊，定係做瑜伽好呢？阿 John 同 Peter 講，佢真係俾市面上各種互相矛盾嘅健康信息搞到好混亂啊！有啲人話帶氧運動最重要。但係呢，又有啲人話淨係做 cardio 會流失肌肉喎。有啲人話呢，做重訓先至係延緩衰老嘅答案，亦都有啲人話每一日行路都已經足夠啦。阿 John 只係想得到一個簡單嘅答案啫。Peter 呢，一坐低回覆佢就停唔到手啦。佢本來可能只係需要打幾句說話，最後就寫咗接近2000字俾阿 John。之後佢再將呢個 email 擴展成一篇大約10000字關於長壽嘅文章。再後來呢條問題慢慢發展成為我哋今日讀緊呢本書啦。點解一條咁簡單嘅問題會觸動作者寫咁多嘢呢？因為 Peter 覺得阿 John 問嘅問題正正代表我哋平時理解健康嘅一個盲點。我哋好鍾意將一啲複雜嘅事變成2選1。做帶氧運動好啊，定係做重量訓練好呢？低碳定係植物性飲食呢？橄欖油定係牛油呢？一日3餐定係間歇性斷食呢？但係對於作者嚟講，真正重要嘅問題未必係你支持邊一派，真正重要嘅係你今日所做嘅選擇係咪幫緊未來嘅自己仍然過到你想過嘅生活呢？你試下諗一諗。如果你去到80歲、90歲，甚至年紀更大，你仲希望自己做到啲咩呢？你仲想唔想自己可以行上幾層樓梯？仲想唔想拎住個行李去旅行呢？仲想唔想行一段有少少斜坡嘅山路呢？如果你唔小心跌親，仲想唔想有能力自己起返身呢？如果有個細路仔走過嚟，你仲想唔想有氣力抱起佢呢？又或者好簡單咁，自己扭開一個樽蓋，或者攞住2袋餸行返屋企。呢啲事聽落去唔係話一個體育比賽，話你要贏獎杯咁樣，但係去到人生嘅後半段，呢啲嘅日常動作可能正正決定咗你仲有幾多自由。喺呢一集，我哋會讀到《Outlive 超預期壽命》呢本書最貼近每日生活嘅部分。Peter Attia 由呢條運動嘅問題開始，帶我哋重新想象照顧健康唔單止係為咗避免病，亦都係為咗有一日年紀大咗，仍然可以用自己嘅身體繼續參與自己珍惜嘅人生。上一集呢，我哋講過心血管疾病啊、癌症、腦退化症同埋其他神經退化疾病。作者用咗好多篇幅去解釋呢啲慢性疾病，好多時喺症狀出現之前已經靜靜咁樣發展咗好多年啦。而家佢終於開始回答我哋聽眾一直等緊嘅問題。咁我哋到底可以做啲咩呢？不過 Peter 一開始就講清楚，佢唔會提供一張人人都可以照抄嘅健康清單。佢冇話所有人都應該用同一套飲食，所有人都應該做同一款運動，或者所有人都應該跟住同一個睡眠時間表，又或者所有人都應該追求同一組身體數字，因為其實每個人帶住嘅條件都係唔同嘅。有啲人體重偏高，亦都有明顯代謝嘅問題；有啲人外表瘦削，但係身體處理血糖同埋脂肪嘅能力已經好唔理想啦。有啲人體重唔算高，但係肌肉量不足喎。有啲人已經有舊患啦，根本唔適合突然增加訓練強度嘅。亦都有人最重要嘅目標係將來仍然可以行山、去旅行、畫畫或者自己照顧自己。所以作者話佢每一次評估新病人都會問3個基本嘅問題。第一，呢
呢個人係 overnourished 定係 undernourished 呢？即係佢攝取嘅能量太多，定係反而唔足夠呢？第二就係問呢個人係 under muscle 定係有足夠肌肉呢？即係佢嘅肌肉量同埋力量足唔足夠去支持佢將來嘅生活呢？第三，佢嘅 metabolic health 係點樣呢？佢有冇代謝功能失調？有冇內臟脂肪、血糖、胰島素或者其他嘅相關風險呢？作者話好多人呢，其實同時面對一個幾矛盾嘅情況嘅，身體儲存咗過多能量，但係肌肉又唔夠喎。如果只係一味咁樣減磅，最後可能脂肪減咗一部分，但係肌肉亦都跟住流失，體重數字好似變得好靚仔啦，但係呢，去到晚年真正需要力量同埋活動嘅能力反而冇得到保護喎。所以 Peter 所講嘅 tactic 唔係一招一招咁樣孤立咁樣處理嘅。營養會影響肌肉，運動會影響代謝，瞓覺呢亦都會影響胰島素嘅敏感度、運動表現同埋情緒，而情緒健康亦都會影響一個人有冇能力長期照顧自己。佢稱呢個過程為建立自己嘅 playbook， 唔係攞住一張其他人寫好嘅答案照住執行，而係根據自己嘅身體、風險、生活目標同埋過程入面嘅回饋，一步一步去調整。佢甚至承認佢自己過往相信嘅方法，後來亦都會改變。例如，佢以前曾經向部分病人建議長時間只係飲水嘅 fasting， 佢自己都有做過，但係後來佢越嚟越擔心呢種做法可能造成肌肉流失同埋營養不足。除咗極少數非常特殊情況之外，佢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樣使用呢種方法啦。作者冇將自己包裝成為掌握所有答案嘅人，佢反而承認健康策略係需要修正嘅，需要睇結果，需要願意放低曾經好相信嘅方法。呢個亦都係佢講嘅 Medicine 3.0 好實際嘅一面。我哋照顧健康未必係揾到一套永遠正確嘅規則，我哋更加似係帶住清楚目標，一路觀察，一路學習，一路調整自己嘅方向。講到日常戰術呢， Peter 對於其中一樣嘢嘅態度係非常之清楚嘅。佢認為如果你讀晒成本書，只係選擇一個範疇開始建立新習慣，嗰個範疇應該係運動。作者將運動稱為最強大嘅 longevity drug。當然運動唔係真正嘅一粒藥丸啦，但係佢覺得運動帶嚟嘅影響覆蓋嘅範圍之廣，係其他單一介入好難相比嘅。運動可能幫助延緩慢性疾病，幫助保存肌肉同埋骨骼，幫助改善心肺功能，幫助保護大腦同埋認知能力，亦都可能對情緒健康有益嘅。作者喺書入邊提到，即使每個星期由完全冇運動增加到大約90分鐘嘅活動，死亡風險亦都有可能下降14%。對 Peter 嚟講，呢個係非常有力嘅訊息。你唔需要一開始就成為一個運動員，你唔需要第一日就做一個極之嚴格令自己難以維持嘅計劃。由完全唔喐去到開始有少少規律嘅活動，本身已經可能好有意義啦。不過呢，佢亦都唔滿足於叫大家做多啲運動，因為佢自己就係曾經一個運動量非常高，但係訓練方面係好單一嘅人。佢以前非常投入競賽單車，佢有好高嘅 VO2 max， 亦可以響單車上邊輸出大量嘅力量。但係後來佢回望返，發現自己只係好擅長做一件事，以最快嘅速度踩公路單車20公里。除此以外，佢未必係真正強壯。佢柔韌性不足，平衡同埋穩定性亦都唔算好，上半身功能亦都冇好好鍛煉到。佢形容自己係一個 one-dimensional athlete， 即係單向度嘅運動員，身體某方面係非常強，但係整體功能係唔全面嘅。後來佢離開競賽單車，又試過跑步、Pilates、HIIT 呢啲唔同嘅運動。我記得佢仲有游渡海泳呢。佢一直都有喐動，但係有一段時間佢其實冇一個真正嘅目標。
佢只係覺得自己應該有做運動。直到佢坐響 Sophie 嘅喪禮入邊，重新諗返起 Sophie 最後10年點樣逐步失去能力。之前我哋講過 Sophie 原本係好鍾意園藝啦，打高爾夫球，但係一次受傷之後，身體功能慢慢下降，最後連原本令佢覺得生活有趣嘅事情都失去咗。Peter 坐響 Sophie 嘅喪禮入邊，突然明白，真正摧毀 Sophie 生活質素嘅，未必只係嗰一場肺炎，而係多年嚟身體能力一啲一啲咁樣被拉落去。如果我哋唔想自己走同一條路，運動就唔可以只係一種我今日有做過嘅任務。我哋需要一個方向，而作者揾到嘅方向就係好似一個10項全能運動員一樣，為我哋老去做準備。Peter 將呢個框架叫做 Centenarian Decathlon， 直譯出嚟可以叫做100歲10項全能。但係呢，佢講得好清楚，佢唔係真係叫一班100歲嘅老人家走去參加運動會，佢係一個框架，佢用嚟幫病人想象，去到人生第9個10年，甚至係第10個10年，你希望仍然保留邊啲身體能力呢？作者會俾病人開一張好長好長嘅任務清單，裏面有50幾項活動，再請病人選出自己希望晚年仍然可以做得到嘅事。書入邊列出嘅例子包括行得到5英里，而且有斜坡嘅山徑，唔需要俾人拉住，可以自己由地下企返起身，最多只係用一隻手幫忙啫。由地下抱起一個小朋友，拎住2袋各5磅嘅雜貨，行5個街口，將20磅重嘅行李放響飛機上邊嘅行李架，單腳企30秒，3分鐘之內行4層樓梯，打開一個樽，連續跳繩30下。有一項作者亦都放咗喺清單入邊，就係仍然能夠有性生活啦。因為佢想講嘅並唔係一個狹窄嘅健身目標，佢想講嘅係去到高齡嘅時候，一個人係咪仍然可以活出完整而且自主嘅日常生活呢？作者話，當病人睇完呢張清單，問佢哋希望保留邊幾項嘅時候，大部分人嘅答案都係全部。梗係啦，有邊個唔想啊？有邊個唔想自己老咗仍然可以行路啊？仍然可以去旅行，跌低咗仍然可以自己企返起身啦，自己可以拎得喐嗰啲日用品，開得到個樽蓋，行得到樓梯啊？但係作者會跟住同病人講，好啦，既然你老咗仍然想做得到，咁我哋今日就要開始計數咯喎，因為肌肉力量會隨年齡下降。VO2 max 即係最大攝氧能力，亦都會跟隨年齡下降嘅。平衡、協調、骨質同埋反應速度，亦都可能係逐步改變。所以如果你希望80歲嗰陣時仍然可以輕鬆拎到20磅嘅行李上飛機行李架，今日你嘅上肢力量就唔可以只係勉強做到20磅啦。如果你希望高齡嘅時候仍然可以行上斜路，咁你今日嘅心肺功能亦都唔可以只係足夠應付平地慢行。作者用咗一個射箭比喻，如果你平時練習瞄準100碼之外嘅目標，當你要射50碼嘅時候，你就可能會準確得多啦。同樣道理，如果你將訓練目標放響80歲、90歲仍然好活躍嘅，咁你今日50歲、60歲嘅生活能力就需要係更加好啦。作者話呢，奧運10項全能嘅運動員好特別嘅，佢哋未必係每一個單項最頂尖嗰一位，跑得最快嘅人可能唔係佢，跳得最高嘅人亦都可能唔係佢，擲鐵餅擲得最遠嘅人亦都可能唔係佢。但係10項全能冠軍之所以被稱為最全面嘅運動員，係因為佢有好多方面唔同範疇都表現得非常之好。作者覺得老咗亦都需要有類似嘅思維，我哋未必需要成為最快嘅跑手，未必要成為個 gym 入邊最強壯嘅人，亦都未必要跑馬拉松，唔需要挑戰咩極限運動，但係我哋需要盡量保留多方面嘅能力，有耐力、有力量、有平衡、有穩定性，有能力應付日常生活突然出現嘅需要。
佢提到一位早期健身嘅推廣者叫做 Jack Lalanne。阿 Jack 一直維持訓練，直到佢96歲離開人世之前，仍然保持規律而且嚴格嘅運動習慣。作者最欣賞佢嘅地方係佢唔係單靠運氣去到高齡，佢係有意識咁樣建立同埋維持自己嘅活動能力，拒絕接受人老咗自然就只能變得虛弱呢種預設。Peter 將百歲10項全能嘅人稱為 an athlete of life， 一位為人生而訓練嘅運動員。佢將運動由一件少少壓力、少少似功課嘅事，帶返去我哋真正珍惜嘅生活。你練習你大腿嘅力量，可能係為咗老咗仍然可以自己上樓梯；你練習握力，可能係為咗仍然可以攞行李、開樽蓋、照顧自己；你練習平衡，可能係為咗減少跌倒之後一下子失去活動能力嘅風險；你練習心肺功能，可能係為咗仍然可以去旅行、行一段路、同屋企人出街。運動喺作者眼入邊，唔淨止係身材管理，亦唔係一場要贏過其他人嘅競賽，佢係你今日為咗未來生活能力所作嘅投資。Peter 講到運動嘅時候呢，成日都提到一個詞語嘅，叫 VO2 max。簡單理解，VO2 max 呢係一個人喺強度運動嘅時候，身體可以使用氧氣產生能量嘅最大能力。佢反映咗一個人嘅心肺適能。佢引用研究指出，心肺適能比較高嘅人呢，長期死亡風險係較低嘅。而研究入邊呢，心肺功能最高嗰組人呈現出最好嘅傳媒結果。不過佢都好小心咁樣補充，呢啲資料唔代表只要你 VO2 max 好高就可以抵消食煙、高血壓或者其他嘅重大風險。一個人唔可以一邊忽略血壓、血管、代謝或者生活習慣，一邊覺得跑得快就代表萬事安全。Peter 佢自己就係最好嘅提醒啦。佢曾經有相當好嘅運動能力，佢仍然喺36歲嘅時候發現自己血管已經開始有鈣化啦。但係呢，佢仍然非常之重視 VO2 max， 因為佢認為呢種能力可以透過訓練改善，而且會直接影響到我哋晚年嘅生活。你諗下，一個人高齡嘅時候，仲想自己行上4層樓梯，對於後生仔嚟講，呢啲可能只係日常嘅小事。但係如果心肺功能已經跌到好低，上幾層樓梯就可能變成一場非常吃力嘅挑戰啦。所以作者想我哋今日建立多啲心肺嘅彈性，唔係為咗每日追數字，而係為咗將來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嘅身體仲有空間去應付生活。講到運動呢，好多人第一個諗到嘅係，我做完呢次運動燃燒咗幾多個卡路里呢？ Peter 話卡路里當然係有意義啦，但係佢更加重視另外一個問題，你嘅身體係點樣使用燃料嘅呢？我哋活動嘅時候，身體會用到葡萄糖同埋脂肪酸作為能量嘅來源，而負責將呢啲燃料轉化成為能量嘅重要角色，就係細胞入邊嘅線粒體，英文叫做 mitochondria。作者將線粒體形容為細胞入邊嘅一啲小引擎。健康嘅線粒體可以比較有效率咁樣運用葡萄糖同埋脂肪。作者認為線粒體嘅健康亦都關係到整體嘅代謝、大腦健康以及氧化壓力同埋炎症嘅管理。而作者特別重視一種訓練，就係 Zone 2啦。Zone 2聽落去好似好專業喎，但係作者嘅描述都幾生活化嘅。佢話 Zone 2大約就係一種你仍然都可以傾偈，但係講嘢開始有少少吃力嘅活動強度，即係唔係休閒咁樣散步咁輕鬆，亦都未去到喘氣喘到完全講唔到嘢。可能係穩定咁樣踩單車啦，可能係適度嘅快走或者慢跑，亦都可能係游水，亦可以係其他你能夠持續一段時間嘅有氧運動。作者以前做單車訓練嘅時候，本身已經做過好多 Zone 2，但去到2018年，佢認識咗運動生理學家 Inigo San Millán 之後呢，佢先至更加理解 Zone 2唔止係耐力運動員嘅基本訓練，亦可能對一般人嘅代謝健康有好重要嘅價值。
佢嘅重點係，當你持續訓練身體，以穩定方式咁樣去使用燃料，你唔只係完成一次運動，你亦可能係訓練身體更有效咁樣處理葡萄糖同埋脂肪。呢個概念呢，又連翻去之前2集嘅內容，脂肪肝啦、胰島素抗性、心血管風險、認知健康。作者將運動放喺核心位置，正正因為運動可以觸及多條關於 health span 嘅相關路線。心肺功能好重要，但係作者話呢，如果只係做 cardio 仍然都唔夠嘅，因為去到我哋晚年嘅時候，生活本身就係需要力量。由個凳起身需要力量，由地下企返起身需要力量，拎起一袋米或者一袋餸又要力量啦，將行李放上行李架都需要力量啦，上落樓梯嘅時候控制自己嘅身體都係需要力量嘅。佢非常重視 grip strength， 即係握力，因為雙手呢係我哋同外界互動嘅最直接工具。你用手拎住個購物袋，用手打開樽蓋，用手扶住個欄杆，如果跌倒，亦都可能需要用隻手去支撐自己。佢亦都特別重視一種叫做 eccentric strength 離心力嘅力量。離心力量嘅能力，簡單嚟講呢，呢種力量關係到你點樣控制身體慢慢下降嘅。例如行上樓梯需要力量，但係行落樓梯呢，亦需要肌肉有能力控制自己唔好一下子就跌咗落去。行上斜坡可能辛苦，但係落斜嘅時候需要保持平衡，避免膝頭哥同埋身體失控，亦都非常重要啊。作者呢，用 step down， 即係由一個比較高嘅位置慢慢行落嚟，作為其中一個例子。向上行可能係比較直接，真正睇到控制能力嘅地方係你能唔能夠穩定慢慢咁樣唔歪唔斜咁樣返落地面。不過作者亦都提醒，訓練力量之前呢，唔可以忽略另外一件事，因為如果一個人身體發力方式已經有問題，越加重量可能只會越快放大原本傷患嘅風險。呢個就帶咗我哋去作者運動框架裏邊可能最容易被忽略，但佢認為同樣重要嘅部分 stability 身體嘅穩定性。作者話去到70歲，一般人進行中等至到劇烈身體活動嘅程度，可能已經少過40歲嘅時候一半啦。而70歲之後呢，下降速度會更加明顯。點解咁多人年紀大咗就慢慢唔再喐動呢？當然有一部分係老化，體力跌咗，恢復力慢咗，亦都可能有睡眠嘅問題，有體重增加或者有各樣嘅痛症。但係 Peter 覺得仲有一個經常被忽略嘅原因，就係受傷啦。有啲人一生之中某個時候傷過條腰，傷過個膝頭哥，傷過個膊頭，跌倒過，做運動時候扭傷過，之後佢哋就冇再真正恢復原本嘅活動能力啦。一開始呢，可能只係避免某一個動作，跟住活動就少咗，肌肉弱咗，平衡力差咗，再喐嘅時候更加容易痛，甚至更加容易受傷。最後一個人唔係因為唔想喐，而係因為身體已經令到佢唔敢喐，或者喐唔到。Sophie 就係作者心入邊一個好深刻嘅例子啦。佢原本相當活躍嘅，但係呢一次跌倒同埋肩膊受傷之後呢，佢慢慢失去園藝、高爾夫球同一段本來充滿喜好嘅生活。作者承認自己亦都差啲走向類似嘅道路。佢曾經因為有腰背痛，亦都有肩膊傷患。雖然一直佢都係成日運動，但係身體唔代表冇代價。後來訓練師 Beth Lewis 請佢做一次深蹲，並且幫佢拍攝佢嘅動作。Peter 原本覺得做深蹲有咩咁難啫？佢自己一直都有做運動啦，應該唔做得差嘅。但係睇返條片呢，佢發現自己嗰一下蹲，成個人就向咗右邊傾，佢一邊嘅髖跌咗落去，肩膊亦都唔平衡，雙腳發力方式亦都有問題。佢一直以為自己係一個高水平嘅運動者，原來佢連一個基本嘅動作，身體都已經用代償嘅方式完成。後來佢用咗幾個月時間，重新去學習點樣深蹲，點樣令身體喺負重之下
保持穩定。佢介紹咗一個動態神經肌肉穩定訓練，英文係 Dynamic Neuromuscular Stabilization， 佢簡稱 DNS 嘅概念。DNS 嘅諗法係我哋細個由翻身、爬起身、坐起、企喺度，直到行路，本來建立過一套自然有效嘅動作模式。小朋友有時可以自然做到一個非常靚、非常穩定嘅深蹲，但係成年人經過多年咁樣坐住、受傷、錯誤咁樣使用身體、長期偏側動作之後，可能慢慢失去咗呢啲能力。作者提到佢自己嘅細仔好自然咁樣做到一個完美嘅深蹲，相反，作者自己同埋佢嗰個10幾歲嘅女反而未必能夠好好完成。對 Peter 嚟講 ，stability 並唔係一種好華麗嘅表現，佢係地基啊。地基唔穩，你做得越多，舉得越重，衝得越快，受傷嘅機會可能越高。所以佢甚至話，新病人去到佢診所嘅時候，佢嘅團隊未必會即刻叫佢做重訓，佢哋會先觀察佢嘅力量、動作同埋穩定性，確定個地基足夠啦，先逐步向前。因為對 longevity 嚟講，最重要嘅唔係你今日一日練得幾盡，最重要嘅係你能唔能夠一年又一年安全咁樣保持活動能力。去到呢度，我哋可以翻轉頭睇下 John 嗰條問題。咁我哋做 cardio 定係做 weights 呢？即係我哋做心肺功能訓練啦，定係做重量訓練呢？作者最後嘅答案其實係兩樣都重要，而且都仲未夠啊！你需要心肺功能，令到自己老咗仍然有力氣行路、行樓梯、出門探索。你需要有力量，令到自己拎得起物件、企得起身，保留日常嘅生活自由。你需要 stability，令到自己喺訓練同埋生活入邊減少受傷風險，唔會因為一次意外就要逐步離開自己原本喜歡嘅生活。而最重要嘅係，你要知道自己點解要訓練。唔係因為網上高人人話要做某一種運動，唔係因為你一定要變成某一種身形，亦都唔係因為年紀大咗就要每日驚自己會衰退。作者叫我哋望遠一啲，望向80歲、90歲嘅自己，問一問，去到嗰陣時我仲想做啲咩？我哋想好好保留生活邊一部分呢？可能係有一日我哋仍然可以帶住我啲畫具出門寫生，坐響個凳仔度。可能仍然係可以拖住個行李去一個自己想去嘅地方，可能仍然係同親友慢慢行街，唔需要因為身體太辛苦而放棄，亦都可能係仍然可以親手照顧自己，亦都照顧所愛嘅人。如果運動係為咗保留呢啲生活，佢好似就唔再只係一件辛苦嘅功課啦，佢係我哋今日送俾未來自己嘅一份準備。講完運動呢，好自然就去到另外一個大家非常之關心嘅題目，就係食啦。我哋究竟應該點樣食先至健康呢？低碳好啊，定低脂好呢？食肉好呢？定食植物性飲食好呢？要唔要斷食呢？要唔要戒糖呢？要唔要計卡路里呢？ Peter 對於營養呢個題目有一段好深刻嘅轉變嘅。上一集我哋講過，佢36歲嘅時候完成咗 Catalina Island 長途渡海泳之後，發現自己已經出現咗胰島素抗性啦。由嗰日起，佢非常投入研究營養同埋代謝。佢曾經好相信 ketogenic diet， 即係生酮飲食。佢自己實行過，亦都見過有病人因為改變飲食方式，代謝情況得到明顯改善。佢亦都曾經對 fasting， 即係斷食，有相當大嘅信心。對部分代謝狀況非常之差、體重非常之高嘅人，佢見過斷食帶嚟明顯嘅變化。但係經過多年臨床經驗之後，佢慢慢改變咗佢嘅睇法。因為同一套飲食嘅方法，喺唔同嘅人身上，結果可以非常之唔同。有啲人做 ketogenic diet， 代謝指標明顯改善，但係有啲人做完之後，體重冇明顯變化。有啲人嘅肝酵素未有改善，亦都有啲人可以長期維持，但係反而 APOB 升高喎。有啲人用 time restricted eating， 即係限制進食時間，啲體重的確係跌咗嘅。但係仔細睇身體嘅組成，佢減少嘅未必主要係脂肪，反而可能係包括一啲好寶貴嘅肌肉。
佢自己都有類似嘅經歷。當佢踩單車訓練最投入嗰段時間，佢曾經非常之嚴格，只係4小時內進食啫。佢當時輕咗大約20磅，對單車表現可能係有利，因為響體重上輕啲，上斜可以快啲。但係佢後來睇返，發現自己輕咗，其中一個原因係上半身嘅肌肉減少咗。對一位追求單車速度嘅運動員嚟講，呢個結果可能可以接受嘅。但對於一個希望高齡嘅時候仍然有力量、有生活能力嘅人嚟講，肌肉流失就未必係一個理想嘅交換啦。所以作者最後提出咗 Nutrition 3.0，佢唔再想問邊一批飲食係唯一嘅答案呢，而佢轉去問呢一個人真正需要處理嘅問題係咩呢？佢係攝取能量過多定係營養不足呢？佢有冇代謝問題呢？佢有冇足夠嘅肌肉呢？呢種飲食方式佢可唔可以長期維持呢？改善咗血糖之後，有冇犧牲咗肌肉、血脂或者係生活質素呢？ Nutrition 3.0嘅重點係回饋資料、個人差異同埋可持續性。佢唔想再同人爭論，你係低碳派，我係低脂派，你食肉，我食菜，你食早餐，我斷食。佢更加關心嘅係你選擇嘅飲食方法有冇真正幫到你降低最接近自己健康嘅風險，同時保留咗一段你可以長期生活落去嘅日常呢？ Peter 做住院醫生嗰陣時，曾經試過 vegan diet， 即係純素飲食。可能一般人會諗純素喎，應該自然就係食得清淡啲、健康啲，甚至輕啲啦。佢當時都有類似嘅期待，但係6個月之後，佢1磅都冇減到。點解呢？因為佢雖然冇食動物性嘅食物，但係仍然可以食好多薯片、零食、精製嘅澱粉質、加工嘅食品同埋熱量好高嘅食物。作者後來明白自己只係一個食緊 vegan 版本嘅 Standard American Diet， 簡稱 SAD。呢個縮寫英文聽落去已經好貼切啦，SAD 即係令人有少少傷感嘅。作者形容現代食物系統係非常成功咁樣做到幾件事：大量生產啦、平啦、方便儲存、容易運送，而且非常之好食。但係佢漏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啲食物長期大量進入人嘅生活，對身體係咪真係有益呢？好多高度加工嘅食品都有一個共同嘅特質，就係容易食啦，容易食得好多，好快令人想再食，但係未必能夠提供身體真正需要嘅蛋白質、纖維同埋營養。於是一個人可以攝取好多能量，但係仍然肌肉不足，仍然代謝唔健康，仍然冇足夠營養支持將來嘅身體能力。呢個亦都再次呼應作者之前講過3條問題：你係咪食得太多能量呢？你係咪肌肉唔夠呢？你嘅代謝健康點樣呢？作者認為真正有用嘅營養策略唔應該由一個聽起嚟好似好靚嘅標籤開始，話我食 vegan 嘅，我係 keto 啊，我戒咗碳水啦，我每日斷食啊，呢啲都係方法同埋名稱。最後要問嘅仍然都係你嘅身體變成點呢？你嘅代謝有冇改善？你嘅肌肉有冇保留？你可唔可以長期持續啊？做呢啲嘢係咪可以更加接近你晚年想要嘅生活呢？作者將我哋成日見到嘅飲食調整方法拆成3個主要嘅槓桿。第一個呢叫做 CR（Caloric Restriction），即係整體減少攝取嘅熱量。簡單嚟講，你食嘅種類可以相對有彈性，但係總能量需要控制。作者認為，單從精準程度而言，CR 係最直接嘅方法。例如一啲健美嘅運動員，佢可以透過非常仔細咁樣計算攝取，減少脂肪同埋盡量保留肌肉。但係問題係呢個方法要求好高啊！你要知道自己食咗幾多，要相當穩定，要避免一路計，一路又唔知唔覺咁樣食多咗。對好多一般生活忙碌嘅人嚟講，長期嚴格記錄每一口食物，未必好容易咁持續。第二呢叫做 DR（Dietary Restriction），即係限制某一類食物，例如戒含糖嘅飲品啦，減少精製嘅碳水化合物啦，避免某一類高熱量嘅食物，
又或者選擇低脂、低碳、素食呢啲唔同嘅飲食方向。DR 嘅概念比較簡單，如果某種食物經常令你攝取大量多餘能量，咁我哋就 delete 咗佢，整體攝取自然就有機會下降啦。但係作者用自己食 vegan diet 嘅經驗嚟提醒我哋，你完全遵守某一個飲食規則，仍然都可以食得過量㗎喎。你可以唔食肉，但係食好多薯片；你可以戒澱粉，但係食好多高熱量嘅脂肪。你可以食得好似非常健康，但係身體嘅結果未必向理想方向發展。第三種呢，就叫 TR（Time Restriction），即係限制每日進食嘅時間窗口，包括咗大家熟悉嘅 Intermittent Fasting，即係168嗰啲呢。作者認為 TR 對部分人可能係相對容易實行嘅，因為你唔一定要計每一口食物，而係將進食嘅時間收窄。但係佢亦都見過病人只食一餐，但係就將嗰一餐變成一場披薩同埋雪糕嘅比賽，最後佢嘅體重反而增加。更加重要嘅係，作者擔心 TR 可能令到人攝取唔夠蛋白質，最後佢嘅體重下降，肌肉力都跟住流失。所以作者最後唔係話 CR 最好、DR 最好或者 TR 最好，佢話呢三樣嘢都只係工具啫。對一個能量過剩或者代謝唔健康嘅人嚟講，佢可能需要透過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方法去減少身體冇辦法安全處理嘅多餘能量，但係方法要配合個人嘅。你可唔可以持續呢？你改善咗啲乜嘢呢？有冇犧牲肌肉？你嘅血糖、胰島素同埋血脂嘅情況點樣呢？你面對最接近自己嘅 Horseman 係邊一個呢？飲食最後唔係一場信仰嘅辯論。佢係一個人點樣可以運用持續嘅方式照顧自己真正風險嘅選擇。講到飲食，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糖要少啲啦，脂肪要揀得好啲，澱粉質梗係要控制啦，酒精唔好咁多。但係作者話，當人年紀漸長，有一樣營養素係尤其唔應該被忽略嘅，就係 protein 啦，蛋白質。點解呢？因為肌肉唔只係令人睇落結實啲，肌肉係晚年生活能力嘅重要儲備啊！你由地下企返起身需要肌肉，你拎重嘢需要肌肉，你行樓梯需要肌肉，你要避免跌倒之後一蹶不振，亦都需要肌肉。你身體處理同埋儲存部分葡萄糖，亦都同肌肉量有關。作者提醒，好多人其實係一種睇起嚟好似好矛盾嘅狀態。食得太多，但係肌肉太少，身體有過剩嘅能量，體重甚至可能偏高，但係真正能夠支持高齡生活嘅肌肉量呢，就未必足夠喎。所以作者非常之反對一種只係關心磅數嘅減重思維。如果一個人減咗10磅，但其中有相當嘅部分係肌肉，可能佢睇落去係輕咗，長遠嘅功能儲備就未必好喎。佢亦都提到，對年長人士嚟講，肌肉流失之後要重新建立，會變得非常之困難㗎。因此呢 Nutrition 3.0唔係叫人不斷咁樣收窄食物，食得越嚟越少。佢係提醒我哋，如果需要減多餘嘅能量，亦都要小心保護 Lean Body Mass， 即係瘦體組織，尤其係肌肉。佢話壞營養可以對我哋造成好大嘅傷害。但係對已經代謝健康嘅人嚟講，單係靠飲食嘅微調，可以額外帶嚟嘅 longevity 效益可能有限，因為飲食可以幫助身體離開代謝嘅危機，而運動，尤其是配合力量嘅訓練，就可以直接幫我哋建立一個可以帶我哋去年老嘅身體。作者話，如果要佢響所有飲食裏邊移走一樣嘢，作者嘅選擇係含果糖甜味嘅飲品，包括所有嘅汽水同埋果汁。佢認為呢一類飲品太多果糖，太快送入去腸同埋肝啦。完整嘅水果呢，同時有纖維同埋水分，身體比較容易處理。飲食之後，佢轉去講睡眠啦。對 Peter 嚟講，佢對睡眠嘅覺醒係嚟得幾遲嘅。佢做住院醫生嗰陣時，醫院生活幾乎吞噬咗佢所有嘅時間。佢話佢曾經平均每個星期工作接近120個鐘，
有時一口氣做嘢超過30個鐘啊！喺嗰種文化入邊，瞓覺好似係一件可以犧牲嘅事。有啲前輩同佢講，就算你所有空閒嘅時間都攞嚟瞓覺，你仍然都會覺得攰噶。如果你除咗工作就係瞓覺，你人生會好痛苦噶。所以不如生活多少少，睡眠係可以犧牲嘅。當時 Peter 覺得呢番說話都好似好有道理喎。直到有一次佢真正感受到極度缺乏睡眠係有幾危險。有一個夏天嘅夜晚，因為同事病咗，佢接替咗對方嘅當值，再連住自己原本安排過一間嘅工作。結果佢由星期一嘅清晨5點半一直做嘢做到星期三嘅傍晚6點鐘，超過60個鐘頭冇瞓過覺啊！當佢終於揸車離開醫院準備返屋企嘅時候，佢去到一個交通燈嘅前面，佢個頭突然彈起咗，佢先至發現自己啱啱喺個軚盤前面瞓着咗。去到下一個交通燈，同一件事再次發生。今次佢隻腳仲由極力子上面離開咗，令到佢架車死火。作者話，直到今日佢仍然都好慶幸，當時自己仲有少少殘餘嘅判斷力，知道唔可以再咁樣揸車落去。佢將架車泊埋一邊，行落車，見到附近有個公園，佢打算喺草地上瞓30分鐘，休息下雙眼。結果6個鐘頭之後，佢先喺 Baltimore 嘅 Patterson Park 醒返。睡眠不足喺嗰一晚差啲直接攞走咗佢條命。不過佢話佢當時仍然未真正理解另外一個問題：睡眠長期不足，除咗令到你某一日太攰、反應太慢，亦都可能慢慢咁樣影響你嘅代謝、大腦、情緒同埋晚年健康。作者用咗一個比喻去講睡眠，佢話當我哋夜晚合埋眼，就好似坐咗向一艘潛艇度，慢慢潛入水底。一開始個身體好放鬆，心跳就慢落嚟啦，核心體溫下降，呼吸逐漸穩定。潛水艇先經過比較淺嘅睡眠，然後繼續向下，去到較深嘅 Deep NREM Sleep， 即係深層非快速眼動睡眠。深層睡眠通常較多出現響上半夜嘅。作者話呢段時間大腦並唔係咩都冇做噶，相反佢正進行非常重要嘅整理工作。日頭裏邊我哋吸收咗好多資訊，見過人啦，聽過啲說話啦，學過一啲嘢，經過一啲重要又或者唔重要嘅片段。深層睡眠就好似幫大腦整理啲 file，海馬體入邊嘅短期儲蓄記憶會重新被檢視，重要嘅部分慢慢會轉去長期儲存嘅位置。作者提到，研究觀察到一個人某一晚得到幾多深層睡眠，同第二日記憶測試表現之間有直接關係。再到夜晚嘅後半段，潛水艇好似慢慢咁樣升返上嚟，較接近海面嘅位置。我哋進入 REM Sleep、REM Sleep 快速眼動睡眠，發好多夢，好多時都係響呢個階段嘅。作者指出 REM Sleep 即係 REM Sleep 啦，對於創意、解難、程序性記憶都好重要。例如運動員學習一套新嘅動作，或者音樂人練習一種技巧。瞓覺期間，大腦可能仍然響度整理同埋鞏固呢啲學習。而 REM Sleep 仲有一個非常之溫柔、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就係幫我哋處理情緒記憶。你有冇試過夜晚發生咗一件令你好嬲、好傷心、好不安嘅事呢？瞓一覺之後，第二朝嗰件事仍然記得，但係情緒好似冇琴晚咁激烈啦。作者話 REM Sleep 可以幫助我哋將發生過嘅事同埋嗰件事帶來嘅強烈情緒慢慢分開。我哋仍然記得，但係個痛楚唔需要再次原封不動咁樣湧返上嚟。作者亦都引用研究指出，REM Sleep 唔夠嘅時候，人理解其他人嘅表情能力可能會受到影響，連原本友善或者中性嘅表情都可能會被誤讀成有威脅。瞓覺原來唔只係俾自己精神啲，佢仲關乎我哋點樣去記住世界，點樣理解其他人，同埋點樣保持情緒平衡。研究者發現，喺深層睡眠期間，
大腦會啟動一種好似內部清潔系統嘅運作，好似城市安排清潔車掃街嘅時候，居民要暫時將啲車移開，等清潔車可以經過清走路面嘅垃圾。響深層睡眠期間，神經細胞之間嘅空間會出現變化，腦嘅脊液可以流過，協助清走細胞之間嘅累積廢物，當中包括兩種同神經退化有關嘅蛋白質 amyloid beta 澱粉樣蛋白同埋 tau 蛋白前結。作者指出，如果一個人長期深層睡眠不足，呢套清理機制可能冇咁有效。而研究亦都觀察到，長期每晚瞓覺少於7小時嘅人，腦裏邊嘅 amyloid beta 同埋 tau 累積可能會比較多。更加複雜嘅係，瞓覺同埋腦退化症之間可能形成惡性嘅循環。一方面，腦退化症嘅病人經常出現睡眠問題，佢哋嘅深層睡眠同埋 REM sleep 比較少，晝夜節奏亦都可能改變。部分病人亦都會出現睡眠窒息症。另一方面，長期睡眠受干擾，可能又會為認知退化創造更加不利嘅條件。作者指出，有研究發現，睡眠問題可能喺失智症診斷之前好多年已經出現咗，甚至早過明知嘅認知下降。所以對於作者嚟講，睡眠並唔係一件等到退休先慢慢改善嘅生活小事，尤其對認知風險比較高嘅人，良好嘅睡眠係成個預防策略之中非常重要嘅一環。佢亦都提醒，瞓覺唔只係計算自己瞓喺床上邊有幾多個鐘，如果瞓覺瞓得好睡，唔夠深，時間混亂，大腦未必真正得到需要嘅復修同埋整理。對於長期失眠，作者提到失眠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簡稱 CBTI。佢嘅目的係幫助一啲人重新建立對睡眠嘅信心，打破令失眠持續嘅習慣同埋焦慮。例如有啲人瞓唔到就一直留喺床上邊，焦慮咁樣等自己入睡，越等越緊張，越緊張就越瞓唔到。最後將床本身都變咗令人焦慮嘅地方。作者引用睡眠醫生 Vikas Jain 嘅建議，如果瞓唔到呢，可以暫時起身去做一啲放鬆、愉快但係冇工作目的嘅事。重點係冇工作目的啊，因為如果每次瞓到半夜你就起身覆 email 處理工作，大腦可能會慢慢學識半夜起身係有用途嘅。之後就更加容易喺同一個時間叫醒你啦。作者亦都提醒，有啲人以為自己失眠，實際上可能係睡眠時形態 chronotype 唔同。有啲人天生係早睡早起嘅，有啲人係夜貓子。如果生活容許，理解自己真正合適嘅睡眠節奏，可能比強迫自己跟隨一啲唔合身嘅時間表更加重要。作者話自己忽視咗睡眠咁多年之後，終於成為睡眠嘅支持者啦。佢將睡眠視為一種提升身體同埋認知表現嘅力量。長遠而言，睡眠亦都有能力改善 health span， 保護大腦、心臟，尤其是代謝健康。佢將睡眠形容成為好似運動一樣，一種屬於身體自己嘅 wonder drug。講完睡眠，作者話自己有一段時間，佢外表睇起嚟幾乎擁有一切，佢有成功嘅事業，有老婆阿 Jill， 有細路仔，身體狀況良好，亦都研究緊點樣令到人哋活得更長，活得更健康。但係佢自己內心嘅狀態已經越嚟越危險啦，佢充滿憤怒，好容易失控，同屋企人越嚟越疏離，不斷咁做嘢，不斷咁樣追求表現，好似只要自己做得夠好、夠成功，就可以壓住佢內裏一啲一直唔想面對嘅嘢。佢提到有一次，佢幾乎喺停車場同陌生人發生嚴重衝突。佢知道如果嗰單嘢真係升級，佢自己可能失去自由、失去醫生資格、失去家庭，甚至失去生命。佢嘅朋友 Paul Conti 係精神科醫生，亦都係創傷專家。阿 Paul 喺 Peter 身上發現咗好多信號，佢憤怒、疏離、強迫性投入，由不安全感推動嘅成就需要。
阿 Paul 一直勸 Peter 去一間叫做 The Bridge to Recovery 嘅治療中心。Peter 一開始非常之抗拒，佢覺得嗰度似乎係俾一啲成癮嘅人士去嘅地方。佢認為自己冇成癮嘅問題。阿 Paul 同佢解釋，成癮未必只係酒精或者藥物，有時人會對工作、成就、控制、憤怒，甚至對一種永遠唔能夠放鬆嘅生活方式形成依賴，而背後可能係有未被處理嘅創傷。Peter 仍然拒絕面對。當 The Bridge 職員打電話同佢講，叫佢入院做評估，問佢過去有冇受到任何形式嘅虐待，佢非常之嬲，甚至 cut 咗對方線，決定取消行程。去到感恩節嗰個週末，佢老婆阿 Jill 再次求佢接受治療。Peter 當時話佢自己唔可以行開咁耐㗎，佢有病人需要佢，屋企亦都需要佢幫手照顧細路仔。但係佢老婆阿 Jill 同佢講咗一個佢冇辦法逃避嘅事實，就係 Peter 其實冇幫到個家庭，相反，佢正響度嚴重咁樣傷害佢老婆同埋啲細路。Peter 聽到呢句說話，佢就知道佢必須去啦。佢響 The Bridge 嘅治療過程裏面，佢逐漸去面對自己一段長年壓抑嘅童年創傷。佢喺13歲嘅時候，曾經被一名成年男子性侵犯。呢段經歷Peter 幾乎從來冇真正咁樣處理過。佢慢慢理解到佢自己多年嚟嘅羞恥、憤怒、控制慾、極端嘅成就追求，同埋傷害身邊最親近嘅人，都可能同呢段未被面對嘅創傷有關。佢向書裏面一路講，疾病要早啲處理，風險要早啲辨認，唔好等到身體已經受到巨大破壞，先至開始問點樣救。去到呢度，佢發現呢個道理同樣適用響情緒健康。一個人內心嘅痛苦可以沉默咁樣累積好多年，佢未必一開始就有一個清楚嘅診斷，未必即刻影響工作能力，甚至可能因為憤怒拼命咁做嘢同埋追求成就而顯得非常有推動力。但係如果一直唔處理，呢啲痛苦可以逐漸咁樣侵蝕關係、身體嘅健康，甚至生命本身。佢特別區分咗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同埋 emotional health 情緒健康。mental health 比較常令人聯想到可以診斷嘅精神疾病，例如抑鬱症、焦慮症。而 emotional health 作者認為嗰個範圍更加廣，佢關乎我哋點樣調節情緒，點樣同人建立關係，點樣回應衝突，點樣面對自己過去嘅痛苦，點樣同自己相處。佢話自己當時未必可以用簡單一個精神疾病名完全概括，但佢嘅情緒健康的確係嚴重出現咗問題，令佢冇辦法過一段快樂平衡嘅生活。佢講到佢有一次憤怒爆發，對於一個本身有心血管家族風險嘅人嚟講，可能已經足以引發到致命事件啦。作者喺治療同埋反思嘅過程入邊，參加過一位女士嘅喪禮。喺喪禮入邊，大家傾起呢位女士，人哋記得嘅唔係佢個 CV 有幾靚，唔係佢有幾多個頭銜，唔係佢工作上贏過幾多次，大家記得嘅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為身邊嘅人做過啲乜嘢，佢留低咗一種點樣嘅愛同埋溫暖。Peter 坐喺度，突然問自己，有一日如果係 Peter 佢自己瞓咗喺個棺材入邊，人哋會唔會都係咁樣講起佢呢？佢自己俾自己嘅答案係佢覺得唔會，而佢決定呢件事一定要改變。佢借用咗兩個概念，一個叫做 resume virtues， 即係可以寫落去履歷表嘅優點，成功、成就、專業地位、表現、名聲。第二個係 eulogy virtue， 即係有一日人哋喺你個喪禮上邊悼念嗰陣時會被懷念嘅品格。你有冇愛過人？有冇陪伴過人？有冇令人感到被關心呢？你係咪一位值得信任嘅伴侶、家人、朋友呢？作者開始練習咗注意力，由 resume virtue 轉去 eulogy virtue。佢努力更加投入屋企，更願意了解屋企人嘅感受，學習喺關係入邊保持在場，而唔係永遠被工作、表現或者自己嘅防衛帶走。不過佢都好坦白咁樣寫，
即使佢慢慢變成一位好嘅老公，事情仍然都未解決，佢仍然都唔識得點樣去對待自己。佢去玩射箭，射失一箭，佢都會對自己非常之憤怒。就連錄 podcast 開場講錯少少嘢，佢自己腦裏邊都會出現一把好殘酷嘅聲音，狠狠咁鬧自己。佢曾經相信呢把聲音對佢有用，係呢種不滿、憤怒同埋不安全感推動佢讀書、工作、表現、追求，成為一個成功嘅人。但係後來佢終於問自己一條非常直接嘅問題：就算你表現得幾好，如果你一直都係咁樣痛苦，又有咩意義呢？ Peter 一直教我哋點樣去建立肌肉、保護血管、照顧睡眠、改善代謝，但去到最後，佢自己亦都需要學習一段值得延長嘅生命，唔只需要一副有功能嘅身體，亦都需要一個唔再日日傷害自己嘅內心。Peter 去到書後邊講到佢一位好朋友叫做 Rick Elias。2009年嘅1月，Rick 係一班美國航空上邊嘅一個乘客。嗰班飛機起飛之後遇到意外，最後需要緊急降落響 Hudson River。機上邊有155個乘客。當飛機一路降落，Rick 同好多乘客都以為自己就快死啦。最後因為機師嘅技術，加上一連串極之微細但係關鍵嘅條件，機上嘅所有人都成功生還。作者寫到，如果飛機嘅速度再快少少，可能撞擊時會解體。如果再慢少少，嗰個飛機個頭可能會插入去河裏邊，成架飛機浸落水。只係幾個好微小嘅差異，結果已經可能好唔同啦。就係嗰一日改變咗阿 Rick 睇人生同埋老去嘅方式。Rick 同 Peter 講，一個人真正變老，可能係由佢停止思考未來嗰一刻開始。如果一個人傾偈嗰陣時，只係不斷咁樣講以前發生過啲咩，自己曾經做過啲咩，佢可能已經開始老啦。但係如果一個人仍然都會講，我仲有咩夢想，仲有咩期待，仲想去邊度，仲想完成啲乜嘢，仲想同邊個人一齊生活落去，咁即使佢年紀慢慢變大，佢仍然都係年輕嘅。Peter 聽到呢番說話，覺得非常之有共鳴，因為佢終於明白自己最初追求嘅 longevity 係因為不停咁樣回望過去，覺得自己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彌補傷害。但係真正令到生命值得延長嘅，唔係不停咁樣追住過去嘅悔恨，係有一日你重新望向前方，你仍然有想愛嘅人，仍然有想建立嘅關係，仍然有希望感受嘅生活，仍然有未完成而且令你期待嘅未來。睇完《Outlive》呢本書，我覺得最深刻嘅未必只係話邊種運動最好，或者邊一個健康指標最重要，反而係作者一路將問題推得越來越近我哋自己。你想活幾耐呢？你想老咗仲做到啲咩呢？你想同邊一個一齊走落去？你想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照顧健康真正可貴嘅地方，可能係佢唔係要求我哋變成唔會衰老、唔會病、永遠控制到一切嘅人。我哋仍然會老，仍然會有不可預計嘅事，仍然會有脆弱嘅時候。但係希望仍然可以選擇嘅日子入邊，我哋可以慢慢為未來建立多一啲力量。可以早少少聽見自己身體嘅信號，可以認真咁瞓一覺，可以對自己嘅情緒誠實一啲，可以多多陪自己重要嘅人，可以繼續期待生命前邊仲有值得走去嘅地方。好啦，我哋呢3集睇完《Outlive 超預期壽命》呢本書啦，多謝你哋聽到呢度，我哋下次又開本新書嚟睇啦，下次見，拜拜。